民手咧全部偷到家己一日嘛免大声看，所来就是咱来是所来建立新国家。透过阿家因家创作传唱无共世代自由价值，互大家做伙守护台湾民主。但市率先全国定每一档4月7号是言论自由日，今年嘛将举办相关系列活动来纪念。4月7日暗时表演，还有咱台南的狗屎运爵士乐队，还有阿基饶舌歌手，还有童根生灭火器。那刷定活动有专家的专文，还有广播电台、Podcast， 还有美国出现的 YouTuber 乐法律来做放送。今年主题定做我主张新世代自由，提出加强判断能力，甲查证是新世代台湾人的责任，互言论自由无变质，才当影响台湾民主价值。1989年4月7号，郑南榕自焚的那个火焰，一直在我们心中燃烧。我希望那个燃烧能够传承下去，让那个火焰持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燃烧，因为那把火焰提醒我们。台湾主体的地位应该要由台湾的人民自主来决定。我们纪念他，我们希望珍惜现在，我们也期待未来的下一代能够珍惜得来不容易的言论自由。真感谢咱过去付出的前辈，嘛因为安尼，咱台南市咱要继续对着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继续来。互更较侪人知影，尤其互更较侪咱的少年朋友。今年4月7号下晡，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豪华广场将举办演唱会。4月1号到4月30號，才伫園區內舉辦裝置展覽，另外也有線定的相關活動。台南新聞管制采訪報道。